會成場重心，勁想偷走呢個最新嘅50系列顯示卡啦。OK， 又係勁想。大家耳熟能詳 ROG Strix 5080，問下先。哇，有味嘅喎，有嗰啲新嗰啲電子產品味。正啊！全港第一個聞50系列嘅人，除咗我哋有呢個 Strix 嘅呢個系列咧，而家佢仲有一個咧最新嘅就叫 Astro， 再厚啲啦，同埋佢面頭咧已經有3隻風扇啦，底呢度咧佢有第4個喺度，更加有效咁排嗰啲熱力，性能再好啲啦。Top Gaming 嘅系列啦，呢個應該係各位玩家嘅一個比較容易接受嘅呢個版本嚟嘅。你仲有啲好靚嘅底板，如果大家同我一樣會做直播咧，個底板要多啲 USB， 呢啲咧就係 good 嘅底板。好啦，各位觀眾，我哋嚟到呢個 AI 生成角色嘅試玩，可以揀呢個嘅角色。喂，呢個戴眼鏡啦，應該可以啊。我電競有一件事情真的非常非常重要。OK， 重要性。好緊張啊！呢個 AI 版嘅 Patrick 到底點樣樣咧？哇！喂，李思捷啊，好搞笑！好，謝。我哋同場嘅 Vincent 啊，佢整嗰個牌好靚噶，成個劉德華咁樣噶，冇計啦！搞咩啊？憑咩我變咗李思捷㗎？呢個咧就係佢哋新嘅 Air Vision M1 智慧眼鏡，佢呢度係有個玻璃片咧，係可以入邊有個 mon 可以睇到。好，試下先。哇 ！Future Gaming， 炸燒 OK。